后来进前发生伫南投的金龙山，一个男护理师互人掠去深山，绑伫树仔顶抢钱的强盗案，第二个嫌犯掠到了。这个35岁姓潘的嫌犯是第一个掠到的迄个23岁嫌犯的阿姑。因讲因为无钱，才会随机甲这个一个人到金龙山爬山的男护理师来甲绑票。因为犯案了后，心惊胆吓四界味，最后良心不安。主动来到案，为什么要动手掳人？南投金龙山抢案第2位嫌犯总算互掠到。35岁嫌犯是第一位互掠到的23岁嫌犯的阿姑，伊甲警方讲，因为无钱，才会和孙仔做伙到金龙山第2停车场四界共抢。嫌犯犯案了，惊互警察掠四界味，新店苗栗台中有阿里山，上尾也秘去台中代理一间汽车旅馆。因为良心不安，卡互玻璃的亲情才通知警方，甲嫌犯掠起来。判信嫌疑人自知难逃法网，向警方告知所在位置后，警方立即前往将潘前逮捕，带回分局询问。嫌犯甲警方讲，当时看到男护理师家己一个人爬山，就甲伊身躯顶1400块的现金抢走，甲护理师押上车，再去仁爱山区拔伫树仔。问伊卡片的密码了，甲护理师等咧，领走4万外块的现金。护理师走出来了，伫山区逃命，好甲在上尾也互当地部落居民救着。两位嫌犯嘛，因为涉嫌强盗罪，互依法上班，上少要互关5年以上。